見到主人好唔開心，我哋決定要發起一場和平大作戰。魚蛋話：咁我有最強必殺技。主人又喺度為咗故事愁眉苦臉啦。其實我哋好想話佢知，最重要佢哋錢係買唔到嘅。魚蛋唔再係阻住主人行路，而係要傳遞能量。佢話：我要用我呢身10幾斤肉去化解你嘅憂傷。主人，股市跌咗唔緊要，我呢度仲有10幾斤肉陪住你，感覺到我哋溫度未？呢啲就係愛。魚蛋覺得只要世界嘅戰爭，就算罐罐縮咗水，我都可以同你一齊忍受，因為你平安，我先有㗎。奶油、比比同大師兄都加入咗，我哋想用我哋嘅方式話你知，平安就係福，一齊守護呢份平靜。主人眼睇嚟睇話，你哋係咪想話我知？只要我哋一齊，世界和平就係最大嘅禮物。我明白啦，多謝你嘅幸福，其實好簡單，願世界少一啲戰火，多一啲罐罐，同埋更多嘅愛，願世界和平。